别在这装了，赶紧去前面把人清了。不用担心，手持妹控进场，无人能挡。再磨叽一会，箱子都被老鼠偷完了。我才不需要这些变卖物。走吧，队友，这边都开的差不多了。不是你哪来这么多变卖物？我找半天才找到一个箱子，直接去主楼旁边开不就得了？还不是因为你进辐射那么慢，自己找不到箱子怪我喽。精致妹控还不错。看样子里面有一对。哎呀，痛死我了！可恶的队友敢偷袭我，看我一会怎么制裁你！看样子附近还是有点危险，就先在这蹲一会吧。这2号真够傻的，哪冒出来的家伙？外面发生什么了？大哥别打我，我就是来。这不是刚才那对刘涛吗？怎么被？看来又发现了一张狗牌。